我竟不知道，这后宫中原来谁都可以越过我，来处置我的应试。臣妾不敢，王后明察。你是说我糊涂，看不清对错？太阳刺眼，看不清也是有的。哼，好，就算我眼神不济，你倒是说说，这芈月到底有何过错，要你来罚她？她一个没有身份的应妾，居然敢跟我顶嘴！你是宫中老人，自然懂得位分高低。方才胡言乱语，亵渎侮辱我，这该如何处置？臣妾性格爽快，都是无心之言。王后，这国美人好厉害呀，无心之言都能挑拨是非，恶意中伤。若有心，岂不即刻便杀了人？姑姑说得对，我今日不罚国美人本人，但我要罚她那张嘴。她既然喜欢长嘴，那就自己长嘴，20下即可。难不成要我请人帮你，更为妥当？王后，国美人服侍大王10多年了，即便是没有功劳，也是有苦劳的。求王后给她留点颜面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今日我要不罚她，怕她是没有记性。珍珠，是。你给我一下一下的数好了，要打得响亮，打闷了，打轻了都不算数。是。打呀，快打呀！打得太轻，这下不算，再打。王后，火气不必太盛，刚立了夏，还没入伏，火气大了，容易伤身。大王的长姐，尹夫人，想不到这么巧，在这儿会碰到王后。自大王大婚，我这是头一次回宫，就撞上了热闹。大热天儿，你们都跪着干什么呀？快起来吧！尹夫人明鉴，臣妾无罪，不过就是多说了2句，并没有犯什么大错。王后竟然这般羞辱我！王后乃后宫之主，无论是大错小错，罚你总有罚你的道理。你是后宫之主，是中宫，更应该宽厚仁德。死在一起，知足了。来。眼下，虎威给大王一群人招致了麻烦，导致秦人对咱们不依不饶的。既然都是虎威的错，那就请大王不再为虎威担干系。屁话！你惹了麻烦，我也惹了麻烦，这叫锅底不嫌灶黑。你我是龙头跟缰绳，谁都离不开谁。再多说都是屁话。可是秦人兵马把咱们一曲大营逼的是密不透风啊！让他们围吧，我们在这儿喝酒吃肉，怕什么？有朝一日兄弟们带烦了，我就带你们杀出去。天高云阔，去哪儿不都得由咱们？对，但是那太后，她是我的女人，她会跟我走。那个女人身子跟着大王，心却跟着秦人。我跟她有过誓言，她不会对一群人怎么样的。大王，
你还记得吗？奴至死不肯让大王跟个太后成婚。看是虎威也不明白，他为何说若是大王娶了那个女人，义军将要大祸临头了。派人去蜀地弄来的，你可相信？姐姐为何为王后煞费苦心啊？这2年，看着继儿渐渐长大，我总会想起在楚国的那些日子，想起楚国人和事。那时候我跟他……姐姐提起的那个人，是楚国的公主，不是秦国的王后。如今，王后已经与你有了隔膜，我可是听到了一些从她宫传出来的难听话。宫里人背后传话，不可都信。何况眼下，王后对我和弟儿真的很好。她还提议大王，让继儿和公子荡一起拜师学道，还常常在大王面前进言，说继儿天赋过人。那是妖买人心，你不能往好处想。这已经是最好了。你知道，外面都在说继儿在淫荡做伴读。伴读就伴读，有什么不好的？我不喜欢。那好了，迢然千里迢迢赶回来，也不是为了招惹姐姐生气的。太阳都偏西了，我该出宫了。走吧，姐姐送送你。朝中为伐韩还是攻蜀，已废议多日。今日寡人想听听诸位高见。众爱卿当各抒己见，畅所欲言。公很不易，发书也不易，这事啊要从长计议才好。是啊。何事？臣出于己有奏。准。先武王荡在洛阳并天，子贡已经运回咸阳，因朝廷内乱，迟迟未曾落大。既然王荡的灵柩已经回到咸阳，当葬入王陵。是。会后所言极是。甘相，你说什么？微臣说会后英明。芈月糊涂了。甘相先前一直尊芈姝为惠后，可以又尊我为惠后。芈姝失德，当废尊位。如今大王正位，当尊您为正位，为母后，复先王氏为惠文后。芈月最恨人云亦云，既然惠后之称已被占用，那芈月懒得去争抢，还是免了吧。我们做臣子的，总得大王之母后一个尊位。尊不尊在心里，不在嘴上。臣以为，芈姝以惠文后身份行令数年，未免混淆，当为芈夫人另拟一尊号。臣赞同雍大人之言。臣也赞同。这雍大夫之言的确有道理，臣也赞同。既如此，不知诸今拟何尊号？武王以君王之尊而效匹夫之举，因之殒命，令得秦国大乱。此乃芈姝教子无方，有失母德。想当年周武王英年而请赐教。在我看来，此事并不难办。先生若有办法，何不跟我一同回宫面见父王？不了，我数次上策论你父王不屑一见，我又何必再自讨没趣？我随口一说，你父王愿不愿意采用，悉听尊便。先生请讲。燕国君臣意味逆天为人，不但国内动荡，更会引起诸侯不安。赵侯扣押了公子职，必是为了等候燕国内乱，他好乘机以拥立公子职为借口入侵燕国。但眼下赵国军队还拖在函谷关，不能两面作战，先要一箭双雕，
既解夫人之难，又解秦国之围的唯一办法，就是我们寻机挑起燕国的战乱，再以此迫使赵国不得不放弃与秦国为敌的策略，共同拥立公子直继位为燕王。那如何才能挑起燕国内乱？齐国。齐国？对。赵国有燕王哙之弟公子直，而燕王哙的儿子太子平却在齐国为之。燕王哙打算让位于子之，可太子平却因此失去王位，岂有不恨之理？诸国联兵攻秦，而齐国这次却没有加入，我猜他们必是为了等待更好的机会。只要在太子平身边挑起事端，齐国必将卷入燕国之乱，由此赵秦两国便可出手了。先生果然是旷世奇才，为何无人肯做伯乐石马，却使得明珠暗投？苏秦也认命了。以后愿你母子团圆，平安回到燕国，执掌一国。你我萍水相逢，有缘一会，今日告别，各自的心。先生留步。苏秦已经烧了。与燕国联姻，利大于弊，何乐而不为？选燕国使者，明日入承明殿议亲。是。哎，你听说没有？燕国派人来求亲了。向谁求亲呢？那还有谁呀？当然是我们秦国的大公主啊！咱们大公主那么好，谁能配得上她呀？你笨不笨啊？再好的姑娘，那也得嫁人呢。希望燕国不是太远。燕国啊，是离我们秦国最远的国家了。冬天下很大的雪，那儿的人呐，鼻子和耳朵都被冻掉了。大王为什么要把大公主嫁到那么吓人的地方去？脖颈子痒了。姐姐，今日我到公孙衍的府上去过了，可大良造仍然不肯把符节还给咱们。我问他，若是大王追查起来怎么办？他竟然说，那就告诉大王，说符节在给母国送节礼的路上让强盗抢了去，然后就硬是把我给打发回来了。要不由我去大王那儿出手他？妹妹糊涂啊，你以为这样就可以自保了？姐姐，那我们总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吧？不过倒是可以借此吓他一下。这个女人简直是丧心病狂。先生息怒，魏夫人会不会因为情形不对出卖先生？肉吗？哎，您看看，多好啊！好，好啊！就这2张狼皮，别的没有了。哎，等等，你别走，你就拿这2张丑烘烘的狼皮来换我这锦缎，这不行啊！我锦缎很贵的。什么贵？2张狼皮换1匹锦缎，在我们草原都是这么换的。哎，我说你个奸商，要是敢耍滑头的话，打你啊！哎，你别走，谁怕你啊？咸阳不是你们一局，这里可是讲秦法的地方，不给钱休想拿走我们的锦缎。哎，你个臭娘们儿！你小姐，这俩人蛮横不讲理，咱不要了。这是咸阳城，后方整理，看看不起我。别介！你别走！你把我锦缎弄破了！你分明是把我的锦缎弄破了！你赔我钱！赔我钱呢！你这奸商故意损坏锦缎，想讹诈我们！别看我们将军老实，就可真有你们讹诈，听见没有？不是，你别走！走啊！赔钱！不撒！撒啥？不撒！不赔钱！赔我的钱！赔我的锦缎！你们不赔钱！还敢在关中门前出城？赔钱啊你！撒手就第二去！别走！别走！赔钱的！赔钱！别走！还敢骗别人就出事了！哎！走！怎么？你怎么了？媳妇儿，没事吧？杀人了！一群杀人了！走，快点！
人了！杀人了！快！杀人了！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大王有令，不管何人触犯秦法，一律依法严办。